政府争取中央补助编列1亿6000万所兴建的河顺转运站15号开幕启用，未来将串联附近亚太棒球训练中心、台湾历史博物馆甲安南病院等交通功能，并提供结合观光甲餐饮的复合式空间。台南它过去发展得很慢，所以我们要大幅度赶快在整个提升这个公车的这个品质的方面努力。中央补助，我们地方政府也会给钱的，一起补助，让那个公车加速的优化。这个点其实是代表我们整个公车系统真正的一个再次升级哦。从我们其实外环道路，然后再来我们的棒球村，再来我们的安南医院，再来其实我们所有的安南区慢慢已经走向另外一个不一样的阶段哦。南下参加开幕的交通部公路局长表示，中央推动公路公共运输计划以来，已经补助台南公共运输发展超过248案，总金额44亿。除了转运站以外，其实整个这个公共运输的计划这几年总共我们争取了我统计了248案，接近44亿元的中央的一个补助款。那我想我们协助这个台南市其实非常高兴，发展了这么好的一个公共的一个运输转运站为伫安南区设计用于安南杂寮的在地意向，配合微部落的理念，采取复合式规划。未来嘛将引进便利商店、加轻食等店家，提供坐公车民众更加舒适的空间。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